祈祷。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听阮的上帝。伫主日的早起，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主上帝，阮恳求你的信心亲自进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今仔日会当搁一摆降服伫信心的引带，互上帝你的话进入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对上帝的话得到帮助。主啊，也恳求你保守还未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互因的脚步平安，紧紧到伫圣殿，甲阮做伙来敬拜。主啊，要为着所有的同工，无论阮今仔早起担任什么款的服侍，拢互阮会当降服伫信心的引带，诚做一个人，将你的百姓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互阮拢会当甲你来相拄，互阮会当通过信心来感动，互阮得到帮助。主啊，我要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互阮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听候上帝你的领导。主，愿阮所拜列的求你感纳，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万民拢会欢喜学了上帝，要唱歌学了伊的荣耀，爱伊献学了的话，爱上帝讲，你的作为是遐尼啊奇妙，因为你极大的能力，对敌拢要降服你，地上万民拢要敬拜你，因要学了你，学了你的圣名。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的主日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97首，圣诗197首。既然有人互罪苦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掌管人类活命甲历史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阮大家感谢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带救赎甲应允来到世间。时常用慈悲、怜悯、甲福气来满足阮的心愿，搁伫阮逐款的境遇中，用你美好的旨意，引带阮行伫平坦开阔的路。阮伫世间的日子，常常享受你无一尽的恩典。
阮对心底深深感谢你。虽然伫过去的日子有你的看顾，还有阮有济的固执甲失措，爱照家己的血气来行。恳求你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洗清阮的误会，以致合一，清去阮的心。伫逐项事学习基督的款式，持守真理的道路，来闪避私欲甲迷惑，照上帝的教示来行，通互你欢喜。人民人的上帝，这2年来，因为有新的病毒侵害阮这个世界，影响阮平静正常的生活方式，甲经济的发展。侪人因为安尼失去工作，生活苦楚，甚至有人丧失性命。加在有你的保守，互阮拢通得到平安，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当疫情严重时，教会也无因为安尼来停止聚会。感谢你，互阮透过网络线顶来敬拜你，也引带济无道友通过小组团结的陪伴来洗礼，成做你属灵的囝儿。稳定的主，常时伫这段时间，教会所属的3支安养中心，也伫起造第4期的员工宿舍甲灵修训练中心。感谢你的引带甲看顾，互建筑小组甲起造的建商、建筑师同心合力，克服济困难。伫这个月就要完成所有的工程，将来会当互园区更加全面性来发展宣教甲灵修的事工。全能的天父，后个月阮有县市长、议员甲基层地方的选举，有你帮赞，阮伫参与的过程中，无受到负面文宣、媒体、金钱的操作来影响选情，互阮会当选出真正疼台湾、固守乡土、有能力、有智慧、倾听百姓、勇敢讲出正义甲需要的人，通互阮的社会更较进步发展。慈悲人民的天父，阮机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有人心神软弱，失去愿望；有人失去至亲，心内悲伤。求你照阮的需要，以致安慰、补足阮的欠缺，也互阮大家用祈祷，成做你安慰的同工。特别，阮也要为着带主任牧师甲牧师娘代表总会去到伫美国开会拜访。恳求你保守因一切的行程，拢通顺利平安。那这时求你摒空阮每一个人的心，安静来领受你的教示。阮安尼感谢、认罪、祈祷，无够额，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坐下安尼讲：
我们今天杯，我们也相信，越好文化，越是一场，越是一年，我们是两个话，下面我有福，听从到下面有我们有我们一起，给我们换天爱，给我换天有更好的手，带来经济。这是请咱来交托启文第8篇，伫圣诗后面11页。启文第8篇，圣诗后面11页。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箭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宝瓶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热气。我要伫伊的宝瓶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幕见我的面。唔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变数是做我的帮衬。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这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吟的诗是我心出声。
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有两位记载伫圣经出埃及记第1章，圣经出埃及记第1章第5节到14节。出埃及第1章第5节，这个人拢是雅各直系的子孙，拢总有70个人。雅各另外一个囝约瑟早就已经去到伫埃及，后来约瑟死了，伊的兄弟甲伊的同辈拢死了，可是因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人口增加真紧，搁济搁强盛，遍满埃及全地。后来埃及有一个新的国王要登基，伊对约瑟的事一点仔拢唔知，伊对埃及人讲：这以色列人搁济搁强盛。对咱是一种的威胁。一旦若发生战争，咱因可能拢会真做甲对敌联合攻击咱。逃离咱的国土，咱必须设法阻止因的人口增加。所以埃及人指派干工，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用这个方法来打击因的情绪。以色列人起造比当甲蓝色城，成做国王的补给中心。但是埃及人哪虐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生团哪济，人口分布哪快，因为埃及人非常会惊以色列人。埃及人命令以色列人做苦工，苦毒因，爱因超土做庄仔，伫田园野外做苦工，互因感觉非常的痛苦。第2位的圣经有源是伫出埃及记第章，出埃及记第2章23节到25节。现在中文译本70页，出埃及第2章23节。过了一段时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犹原过着奴隶的生活，因向上帝求救，呼求伊帮助因脱离苦工。上帝听见因的哀嚎。想起伊捌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伊看见以色列人受奴隶的情况，非常的关心因。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四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上帝一直拢伫遮，上帝。一直拢伫遮，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旧约的第2本册《出埃及记》，伊记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过程。各位。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迁徙到伫埃及？佮什么原因要互因来离开埃及呢？兄弟姊妹，当环境改变带来苦难的时，咱要安怎来面对？牧师愿望通过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来帮助咱做伙学习信仰的功课，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
因为你是永远拢伫地的上帝。主啊，只是阮邀请信心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你互阮的心拍开，将你的话放伫内面，加做阮的帮衬，互阮今仔日通过上帝你的话来得到上帝的感动。主，阮要将阮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来到埃及？根据圣经创世纪46章到47章记载，雅各伊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因为全地发生大饥荒，就安尼，因的全家就对迦南地迁徙到有米粮的埃及。实际上，伫大饥荒还未发生之前，上帝早就已经有备办啊。根据圣经记载，雅各的第11个囝约瑟，这是伊上疼的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囝。因为是雅各上疼的某所生的，所以雅各嘛是上介疼约瑟，甚至替伊做了一领彩色的衫，直到伊其他的囝拢怨妒不满，就利用机会将约瑟卖互外族的人做奴隶。最后，约瑟互人卖到埃及官员的厝。命运不幸的约瑟，因为官员的某甲伊侮辱，直到互人下伫家里。但是上帝保守甲祝福中，约瑟伊就有机会来替埃及王法老来解梦，也互埃及王看见约瑟伊是充满着智慧，是有上帝神同在的人，所以就提醒约瑟诚侪宰相，协助法老来治理埃及。伫大饥荒还未发生前，因为约瑟的治理甲安排，所以全地只有剩着埃及有米粮通食。就安尼，约瑟甲卖伊的兄哥来相赌，因彼此赦免和好了后，就将因年老的老爸雅各，甲厝里所有的人接到埃及。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伊的全家也受到法老真好的款待。圣经就记载，法老同意，互雅各全家徛起伫埃及上好上肥的地区，就是高山。就安尼，雅各的家族甲以色列人就对迦南地迁徙到伫埃及。各位，打以后以色列人敢有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嘛？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以色列人因并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反倒是面对着极大的艰难甲困境。所以牧师要用3点来甲大家做伙分享今仔日的信息。第一，环境变迁，苦难临到。当约瑟去带的人拢死啊！以色列人对雅各全家70个人，经过侪年的发展，圣经记载，因人口增加真紧，国际国强盛，而且是遍满埃及全地。兄弟姊妹，这节的圣经在实现了上帝捌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允。这表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是守约的上帝。而且当雅各决定是毋是要迁徙到伫埃及之前，上帝也伫异象中捌对雅各讲：毋免惊到埃及去。我要互你的后代伫遐诚做大国。但以色列人伫埃及地诚做人济国强盛的一族，甚至威胁着埃及国。各位，上帝一直拢在实行伊的约定，互以色列人继续领受上帝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安稳徛起伫埃及，甚至因的强盛也威胁着埃及这个国家。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第1章第8节有记载，后来埃及有一个新王登基，伊对约瑟的代志完全毋知，
各位伫即节经文中有后来迄两个字，后来这两个字是偌济年，咱敢知？若是根据圣经出埃及记12章40节讲，以色列人伫埃及住了430年。原来，这位新的埃及王，因为对约瑟的代志完全毋知，伊无承认约瑟伫400多年前捌带互埃及的贡献甲祝福，却因为感受到以色列人真济国强神的威胁，所以就改变了对以色列人的态度，来下命令要来对付迫害以色列人。各位，实际上以色列人伫埃及一向拢是安分守己，甚至咱拄则读圣经嘛有看到，伊伫埃及嘛真有贡献。因为新的埃及王，伊无承认过去的历史，反倒用家己的想象来压看眼前的事实，搁扩大家己的想象。伊烦恼将来若是埃及面对战争的时，以色列人袂去帮助因，反倒去帮助对敌，到时国家就会受到真大的损失。就安尼，造成家己的惊吓烦恼来失去安全感，所以就下命令迫害以色列人，而且要设法阻止以色列人口的增加。今仔日的圣经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埃及王对埃及人讲：这以色列人国济国强盛，对咱是一种威胁。一旦发生战争，因可能甲对敌联合攻击咱，逃离咱的国家，咱必须要设法阻止因的人口增加。埃及王的话改变了原本安稳生活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因要面对苦难啊！埃及王为着要减少以色列人对埃及的威胁，而且要阻止以色列人口的增加，就先强迫因来做苦工来受苦，煞接就进行灭族的行动。所以埃及王就命令希伯来的产婆，只要是查甫的，拢爱甲伊杀死；查某的婴仔就爱甲伊留落来。圣经记载，因为产婆敬畏上帝，无照埃及王的话去做，而且伊回应埃及王讲：希伯来的妇人人比较勇行，我还未到，因就已经生啊。所以埃及王只好对全国的百姓各下另外一个命令，就是所有的希伯来人的查甫仔，拢爱等伫尼罗河。埃及王的残忍，互上帝惊治以色列人，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面对苦痛甲灭族的苦难。兄弟姊妹，世间的一切拢有可能产生变化。咱所接触的人事物，以及所踮的环境，原本有真好的条件，但是拢有可能发生改变。相信雅各、约瑟，因安怎拢想袂到，因的子孙伫埃及，竟然会变做是奴隶。早知是安尼，相信因绝对袂决定要牵线徛起伫埃及，或者是因早就已经准备离开埃及吧。相反，今仔日伫咱的生活、工作、家庭、教会、社会中，也不断会有真济物件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带互咱无法度去想象的状况，直到互咱增加济不安的情绪甲烦恼。就亲像台湾对 COVID-19 疫情以来这几年，其实咱的国家有真好的控制。虽然去年伫本土的确诊病例上升，互咱的疫情升悬到3级的境界，总是因为政府有正确的决策，甲咱全民愿意配合，也得到真好的控制。
直到今年4月中，本土疫情搁一届突然升悬，起起落落的确诊人数，搁加上病毒不断的变异中，直到这礼拜，顶礼拜，本土确诊人数每一天犹原是3万还是4万人。特别最近，咱常常拢会听到，咱身躯边某某人确诊，互咱会忧心看虑。因为昨我阁甲伊做伙食饭、做伙讲话的人，因竟然中奖啊！这时听到的是，咱家己嘛是马上嘛感觉，脑那安尼挠挠吼，真侪摊个皮啊安尼怪怪，就会怀疑家己是毋是也确诊啊？这种的变化，互原本伫安稳安全的咱，因为确诊人数依期伫高原期，佮加上秋冬流感的威胁等等，侪无确定性，也互咱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也会开始惊吓、烦恼、看虑，来面对负面情绪带互咱的超凡。兄弟姊妹，今年的疫情突然升悬，带来改变，虽然无带互咱真大的困境，但是毋知是毋是有加添了咱的烦恼甲不安，也影响到咱的情绪呢。顶礼拜六，教会亚基团体有举办音乐文学知性一日游，也安排要去拜访龙潭、大溪2间教会。因为龙潭教会是我自细汉大汉的母会，所以我就陪伴团契做伙前往。因为最近常常拢有听到身躯边侪人确诊，而且是毋知影安怎受到感染的，所以还未出发前，我收到拜人要甲遮尔啊侪人坐一台游览车。而且，阮迄天还阁要伫餐厅食2顿的倒菜，大家做伙食呢。其实，互我的心内充满着真侪不安甲烦恼。因为煞食10月22，也就是昨，我早起时伫教会课余团契有讲道分享。下晡伫即个所在有咱的会友的婚礼要证婚，还阁今仔日10月23，就是今仔日，我早起有3场的主日讲道。讲真诶，我真烦恼，我家己会确诊，来影响到教会所有诶服侍。当然，我嘛会烦恼我诶先生，因为伊年纪较大，年纪较大，若是因为我来感染确诊，会较麻烦呐。啊，搁另外一方面，阮夫妇就爱放弃甲子孙做伙食饭斗阵诶机会。虽然这无算做是困境。不过，迄种无法度减压，迄个不确定感，也互我感受到迄个淡薄仔不安甲烦恼。是啊，当人面对环境无法度掌握的时，咱拢会感觉到不安烦恼。真正感谢上帝保守，也通过真侪兄弟姊妹替我祈祷，我今仔日才会当真健康徛伫遮。感谢上帝啦！好，同款。这2年外，咱的教会对主日礼拜、小组团契、甲主日学等等，其实嘛受到疫情的影响。咱对暂停主日实体礼拜，改做线顶礼拜，即嘛咱阁开始要鼓励，转来教会做实体礼拜。所以欢迎线上的兄弟姊妹，紧紧转来咱的教会参与实体礼拜。直直到即嘛。咱主日礼拜人数其实拢还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情形，甚至到即马也还阁有小组也还未恢复实体聚会。面对这种变化，教会为着要互所有的会友、甲相连的好朋友，拢会当甲教会结连，无受到疫情的影响。咱对这个礼拜开始正式推动。相连教会赖 OA， 相连教会赖 OA， 甲相连教会会友系统，会当互咱通过手机，伫任何的所在、任何的时间，拢会当知影教会的消息，
而且会当随时甲教会结连。所以礼拜结束了后，咱伫礼拜堂外口有同工，会当协助咱每一个人来完成迄个结连，且大家会当踊跃加入咱的双联赖 OA， 甲咱的会友系统。而且明年度是咱的教会110岁生日，咱的教会为着要互小组团契甲所有的信徒拢动员起来。特别设计了个人甲团体的项目，咱望通过对今年11月初1到明年的3月初5，就是咱的教会设立的日子。咱用4个月的时间来进行110周年的团体的活动，互教会小组团契诗班也是各单位，拢会当动员相络起来。帮助咱紧紧恢复正常团契的活动，甲实体聚会。团体活动，咱会当邀请无道友做伙来参加。毋但通过教会110周年纪念活动来认捌上联教会，也会当甲兄弟姊妹有真好的交陪，阁会当做伙来庆祝圣诞节。或者的活动，毋但只是为着上联来庆祝生日。国较会当伫12月，咱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庆祝生日，所以要特别提醒咱大家，团体活动的报名一定需要有6个人以上组一队。团体活动的项目，咱拄则礼拜前有看到蔡牧师的影片有讲到照片打卡，阁有团契动力。有咱的外展服务，阁有咱的仆人服饰，这几项拢需要6个人以上组团参加。那详细内容，请咱会当看咱的宣传影片。我相信伫咱教会网站的宣传影片已经出来啊，阁咱外口的海报。毋茫通过教会设教纪念活动，互参与的人会当更较认捌咱的上联教会。也趁到圣诞节期，咱当邀请无道友有机会参与伫教会团契生活。兄弟姊妹，虽然疫情增加了咱实体聚会交陪的阻碍，但是只要做好正确的保护，兄弟姊妹中间的交陪永远会当维持，以及咱对无道友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福音的心，永远会当热情无停止。安尼才会当符合圣经甲咱讲的，着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无理想，拢着传。第二，面对苦难，呼求上帝。一般来讲，人若是常常拄着改变，或者是家己无法度掌握的时，通常拢会感觉哪会安尼啦？哪会遮尔衰？哪会是我？咱会问真侪问题，甚至咱就失志绝望。各位，今仔日圣经提醒咱，早时的以色列人因面对苦难，因并无停留伫家己自我怨叹的绝望中。虽然因受苦做苦工，甚至是受到灭族的危机，整个心情受到真大的打击。但是，亲像出埃及记第2章23节记载的，即时因会当做的，就是向上帝求救，呼求伊帮助因来脱离做苦工。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苦难的时，伊毋是停留伫失志绝望的情绪中，反倒是对心底转向上帝，发出哀哭。哀叫的声，互上帝来掌权带领因，替因来开出一条活路。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伫平安顺利、欢喜快乐的时，咱拢会真自然向上帝献上赞美而乐的诗歌。但是，当基督徒在面对艰难困境、悲伤流目屎的时，请问，咱敢会当向上帝发出哀伤流目屎的哀歌吗？我看有人点头，大
当然会当。因为伫圣经中就有真济哀歌，就亲像旧约有一本册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搁伫诗篇150篇的中间，哀歌差不多占了1/3。亲像诗篇42篇，伊的题目就是流亡者的祈祷。其中第9节到11节记载，作者在面对苦难、面对流亡的时，伊也会问上帝：为什么是我？上帝啊，你伫倒位？上帝，你竟袂记得我？你无看到吗？等等。各位，咱是毋是也捌安尼来问过上帝呢？咱是毋是也捌安尼来问过上帝？但是作者伊无互家己停留伫负面的情绪中，伊问了后就转向上帝，倚靠上帝，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是拯救者。各位，圣经中的哀歌，引带咱伫苦难中看见一条出路。诗篇42篇11节，我用红色的字，伊讲：我是安怎悲伤，我是安怎不准。我着仰望上帝，也久要称赞伊，伊是拯救我的上帝。圣经的哀歌，毋是只有家己自我怨叹，这哀歌除了会当透人心中的迄个不准，甲负面的心情以外，最后一定是引带人转向上帝。这是信心的表现甲记号。伫困境中帮助引带咱，搁较亲近上帝。真侪人认为，咱基督徒对上帝应该就是爱发出赞美懊恼的声，毋通用迄个哀伤、痛苦、嚎叫的啼哭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当咱若是安尼时，就表示咱对上帝无信心。无专心倚靠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传道书甲咱讲，啼哭有时，欢喜有时，哀伤有时。所以咱人生是有欢喜快乐的时，总是嘛是有啼哭哀伤的时。咱基督徒甲所有的人也拢同款，拢会经验到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算做是家己感觉无欠亏的人，有当时嘛会拄着家己认为的苦痛，或者是悲伤的事。使徒保罗甲咱讲，要常常欢喜，继续不断祈祷，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在圣经中，就是一种决定，因为圣经爱咱就决定，无论时机好歹，就看见上帝对咱的保守来感恩，就继续不断祈祷，来发出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虽然真侪时阵，咱拢是用赞美懊恼的方式来表达咱对上帝信心甲倚靠，但是真正对上帝信心甲倚靠，有搁较侪时阵是通过向上帝发出悲伤嚎叫的哀歌来表达。感谢上帝，互咱有这款的自由甲权利。当咱伫痛苦、累积、失望来面对苦难的时，反倒因为这个受苦的经验，引带咱转到上帝面前，会当真实向上帝讲出心底迄个苦楚。这是上帝互咱一种亲近伊、倚靠伊的一个机会。兄弟姊妹，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命，应该是会当伫顺境的时，咱向上帝献就懊恼赞美的欢喜诗歌；伫困境悲伤的时，
咱也会当对上帝倾心吐意，咱的苦楚甲咱的心声，来发出爱歌，最后转向上帝，专心倚靠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亲像以色列人同款，拄着困境、面对苦难的时，咱甲家己拢无法度做啥物的事，爱记的，只有转向上帝，倚靠上帝，求救上帝，靠赖上帝，这是咱唯一的出路。第三，上帝回应超过所求。感谢上帝，因为伊顾念属于伊的人。上帝听咱的祈求，特别是当咱面对悲伤、苦痛的时，通过今仔的圣经，互咱看到上帝安怎回应以色列人的讨愧求救呢？出埃及记第2章24节到25节，上帝听见因嗨惨的声，记起以捌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伊看见以色列人诚侪劳累的情形，非常关心因。这两节经文用了3个动词，和合本圣经甲伊翻译做：上帝听见、上帝纪念、上帝看见。是啊，兄弟姊妹，无论咱伫什么款的情境中，圣经甲咱讲，咱的呼求，上帝听见，上帝纪念，上帝看见。这对伫黑暗、孤单、受苦中的人，这是偌尔啊大的安慰。所以，上帝毋但回应以色列人，上帝更较是采取行动的上帝。上帝就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上主对摩西讲：“我的确听见我的百姓的哀哭，也看见埃及人安怎压迫因。现在我找你到埃及王遐去，你去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伫遮，互咱看见，上帝是有行动的上帝。上帝听见、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就差派摩西对埃及人的手中将因拯救出来。兄弟姊妹，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永远拢袂改变的上帝，伊迄当阵安那顾念以色列人，今仔日伊也相款顾念属于伊的囝儿。兄弟姊妹，环境的改变带予咱真侪无适应的苦痛、超烦不安的情绪。以色列人的经验会当帮助咱提醒咱，在面对环境改变所引起的苦难中，因无好任家己面对苦难甲困境，因搁较因为安尼所拄着的这情形来催逼因。靠赖上帝，呼求上帝，亲近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若是拄着困境艰难、不如意的时，咱无需要伪装自己，但会当用真实的情感来到听咱的上帝面前，伊倾心吐意咱的苦楚。唱出你目前生命处境的哀歌，伊的确会听咱的呼救，伊会随时伸出拯救的手，展开拯救的行动，成就咱生命的计划。亲兄弟姊妹，生命中有侪苦难，这也是主耶稣伊伫最后的晚餐中对学生所讲的话。主耶稣讲。伫世间顶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看赢世间。牧师也一再地提醒咱大家，相信基督教的信仰，
并毋是保证咱拢会平安健康、万事顺利。基督教信仰反正是爱咱搁较清楚，生命中会有苦难，但是咱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来得到生命真实的快乐，来赢过生命中的苦难，甚至会互咱有够赢的勇气来面对苦难。愿信心帮助咱，互咱凭着信心倚靠上帝，靠拉上帝，伫苦难中经验上帝大快乐的行动。伊要成就有关咱所有的一切，超过咱所受所求。因为上帝伊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上帝。因为上帝一直都在。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应允阮讲，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你一直都在。伫阮的生命中，主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阮知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主特别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陷落伫黑暗中，互阮搁较来倚靠你，搁较对你遐来得到帮助。主啊，因为你就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主，阮恳求你，搁一摆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时时知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施牧师的勉励，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57首，圣诗257首，心目五主坚固，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这是请咱起立来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饮食，也是生命的灵粮，阮拢得到满满的养赐，互阮的心灵拢通得到永壮。今嘛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甘纳，也恳求圣神感动来垂肯阮，通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设教110年纪念的活动，为着庆祝本会设教110周年，对2022年
底到2023年，单工团队同心合力设计了一系列的闯关起点的活动，鼓励小组团结，三个小组做伙来报名，期待照着历史的据点来拍卡外展游戏甲活动，不仅会当增加对教会的认捌甲记忆，更加会当坚固团队连结甲规律，共同来对信仰的家庭有美好的时间甲回忆。欢迎厝内的亲人做伙邀请无道友也是新朋友踊跃来报名参加。参加的活动联络，请来电和成人牧区的林国前干事，伊的分机是2200。详细请咱来看这个扫描QR code。第二点，中央敬老自餐一日游的活动，10月25本周二举办中央敬老餐会一日活动，地点是新竹内湾。请已经报名的长辈，当日伫教会集合上午8点半，要准时出发。请已经有报名的长辈会记得准时来参与。第三点，所谓委员会的消息，感谢上帝。咱教会的会友系统已经建立完成，只要透过相连教会 LINE OA 官方的网址，随时会当快速注册完成登入。登入这个系统以后，除了随时会当更新个人的资料，查询个人伫教会参与的活动甲奉献的记录以外，阁会当透过这个系统建立线顶中保大道的靠路，甲祈祷的时间，来当甲主做伙诚做其他人的祝福。若有任何使用的问题，欢迎会当联络教会林中平干事，伊的分机号码是223。佮接着，咱要来看一个PPT 的介绍。平安，这个影片主要要来甲大家介绍，免来加入咱上联来OA。那首先咱试一个咱的软体。来到主页这个所在，咱是一个主页，顶悬才有一个所在搜寻，咱会当直接伫个搜寻遮，甲输入相连教会，伫个下骹官方账号遮，咱就会当找到咱的教会，点一个，来，遮就有一个加入好友，甲试落去，是一个聊天，伊就有一个欢迎的画面。来到遮了呢，咱甲退出了，咱就来到聊天这个所在，顶悬就咱相连教会聊天的记录，甲持续调，甲持续调，差不多2-3秒钟，伊会出现一个选单，甲选定，甲试一个，伊就会永远伫个顶悬。以上简单甲大家介绍，谢谢。大家平安，咱这个影片要甲大家介绍，免啦透过咱教会 LINE OA，看咱的会友系统做一个结连。
首先，咱嘛是甲咱启动，咱顶一届有甲咱教会选定伫咧聊天的上顶悬，咱甲试一个了呢，遮顶悬的选单有一个会友专区，咱甲试入去了呢，有一个简单的认证，这个认证基本咱拢会当甲稳准无要紧，你若感觉讲有一寡无啥即摆用会到的，咱会当先甲关起来嘛无要紧。我即摆就甲示范，我是拢甲拍开，咱甲稳准。稳准了呢，咱第礼拜到即个爱输入个人资料的画面，咱首先咱来甲咱家己的名拍入去，咱手机爱号码，咱的生日，生日咱若要较紧的市顶悬的年份，2022才甲试一个，伊就当互咱较紧经着咱家己的年份，来月份，来点咱的生日的日期，咱就当完成设定，检查一个名、电话、生日无毋对，这个打勾稳准，那有个资法，咱确认了，安尼就会当完成咱伫个教会有系统的注册。来到一个欢迎的画面，咱就会当看到咱家己的会友专区的基本资料。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咱会友中间若有操作有问题，咱来请咱的干事林忠平干事，伊会甲咱处理。所以咱要请施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的大道。等下若是要加入咱拄则讲的外口有同工会当帮助咱，只要你带手机伫外口，拢有人甲咱斗相共。好，只是我要来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我遮有一张陈秋琴姊妹，伊是陈聪明兄弟的朋友来坐伫倒位坐伫楼顶咱欢迎欢迎。等下咱有接待同工，才来接待毋知还佫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无写着留名卡的无？无好，咱即时做伙来牧养大道。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互阮伫台湾虽然伫疫情的中间，犹原有上帝你的看顾。主，阮特别恳求你。最近有侪人确诊，虽然是轻症，总是心内有当时会感觉有会隔离的惊吓，也是白疼的无爽快，也恳求你来医治，来保守因紧紧好起来。主啊，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伫后个月有选举，阮特别恳求你来怜悯。互阮的国家的选举真正是会当选出对国家有利的人，会当来祝福国家，也会当利益伫百姓。主也恳求你来看顾带领阮的教会头前的路，伫明年度是阮的110年的生日。主啊，你过去安怎来运台湾，也恳求你继续来运台湾以后的日子，也特别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诚做上帝你要使用的器具，互阮诚做福音的出口，会当将搁较侪人引带到伫上帝面前。主啊，阮中间若是有人有身躯白疼，有心灵软弱的，主啊，阮恳求你伊伫的心灵教，互阮因为有上帝你永远甲阮伫地，诚做阮的气力甲帮助。互阮会当勇敢来面对，阮无论是悲痛，还是阮的软弱，互阮因为安尼有气力来赢过这一切。主，阮要搁一届将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的手，阮恳求你，是阮祝福阮甲阮的家庭得到你的引带甲保守。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诗，要变是上营516首，516首。这时礼拜特别煞，请咱起立来吟诗，吟诗煞，请施牧师来祝祷。
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带着上帝应允，永远拢要甲咱伫地。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转到咱的厝，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紧紧去掉伊，互伊诚做咱的帮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社温，共受差遣。